桂蘭路南延線今日通車，附近村民自發慶祝道路開通。松豐路花市尋晚亮燈，老城區年味漸濃。之前安全生產督察劉東豪要求加大宣傳消防自救常識。各位歡迎收睇禪城新聞。今日上午規劃咗20年嘅桂蘭路南延線，經過4個半月時間嘅建設，正式開通，改變咗岐茶村老城市道路通過嘅歷史。而岐茶村一眾嘅村民今日仲自發組織起身慶祝道路開通。燒豬、燒酒，雖然政府決定唔搞開通儀式，不過岐茶村民就自發組織起身，用最傳統嘅方式慶祝道路嘅開通。70歲嘅周伯話俾記者聽，雖然就只有390米，卻足足等咗20年。以前村內連公交都入唔到，道路開通之後，唔單止出行方便咗，岐茶仲會由而家嘅工業區轉為發展商業。應該按照前嘅嚟講係應該有能夠翻倍嘅。我現在是在桂蘭路南延線的與東平路的交界處。那麼以前呢，因為桂蘭路是一條斷頭路，所以呢，從桂蘭路到達東平路的話，至少需要10分鐘的時間。而現在桂蘭路南延線開通之後呢，從桂蘭路過來呢，只需要不到1分鐘的時間。桂蘭路南延線呈南北走向，起於桂蘭路同灰旗路交叉口處，向南延伸，跨越蘭石大涌接東平路。呢一條路嘅開通，更大嘅意義在於進一步完善咗禪城嘅路網結構。譬如南海桂蘭路方向嘅車流，今後可以避開走灰旗路進入禪城東南片區，可以選擇直接走桂蘭路南延線進入東平路，進入禪城嘅東南片區，以及係到達順德。同時，禪城區嘅東平路而家已經係貫通到分江南路，今後將一路貫通到張茶。明年桂華路快速化改造期間，桂蘭路南延線同埋東平路仲將有效分擔桂華路嘅交通擁堵壓力。禪城區交通局透露，今年佢哋仲會相繼啟動霧江路北延線、鹿景路東西延線等工程嘅建設。佛山電視台記者劉志敏報道。桂華路提升改造繞行方案尋日出爐，一期工程3月份就開始動工。咁究竟繞行之後出入耗時會唔會增長？對商家嘅影響係點樣呢？相應停車位撤銷之後，市民嘅意見又係點嘅呢？記者李文卓今日去睇過。一期工程影響最大嘅係分江路節點，施工嘅分江路口至到華苑西路口一段，喺呢度附近有多家大型商場，好比話沃爾瑪、印象城、順聯廣場等等。不過因為實施圍蔽嘅係西往東路段，因此對靠近嶺南大道同桂華路交界嘅印象城影響明顯，車輛需要繞行。我哋嘗試以印象城為終點，從桂華路佛山大道交界點出發，用2種方法體驗道路狀況。喺中午11點落班高峰，桂華路比較暢通，直接過去用咗5分鐘。如果按照繞行方案選擇最短路線，繞行元南大街同埋華苑西路去到印象城，大概係用咗9分鐘。繞行鹿景路同影蔭路用嘅時間都差唔多。雖然繞行道路路況都算唔錯，但係為咗最大限度降低影響，有商場方面亦都喺施工期間提早出台措施嚟留住客人。我們原來是3小時是免費的，那麼現在超過3小時的每一個小時呢，我們只收1塊錢的停車費，就是象徵性的。那我們作為商家是希望政府那邊能有一個提前的一個預知，告知市民如何出行，怎樣避免一些更多的擁擠。屆時呢一間商場會重新規劃商場內部綠化同埋停車設施，過渡桂華路施工期。咁除咗繞行，市民最關心嘅就係停車位問題。呢一個節點路口周邊，包括同華路、同華西路、華苑西路等，都會相應取消路邊停車位，用嚟增加道路通行能力。有商鋪就擔心影響生意。人哋習慣咗好多村民兜過來，如果咁樣嘅話，影響肯定會有㗎。要留啲空間可以唔停喺呢度附近，起碼要留啲空位可以停咯。冇啊，車位搞空暢啲啊，但係呢啲鋪位冇乜用啊。應該講話切一邊就好噶啦，唔好切晒一邊。由於繞行方案仲喺徵詢階段，交通部門表示會根據市民反映意見作出相應嘅考慮，並喺